起初乜嘢都冇，一個空無一物嘅空間，當中突然出現咗原生火球。幾十億年前，呢段火球爆炸，呢個爆炸產生咗所有空間、能量同埋物質。宇宙快速擴張，產生電子、中微子、光量子同埋夸克。瞬間，呢啲能量交互作用，形成質子同埋中子。物質繼續互相碰撞同埋交互作用。過咗一段時間，第一個簡單嘅元素誕生，各個元素就不斷碰撞，原生湯亦都不斷膨脹。宇宙同埋粒子持續演化，星體開始形成，並且組成最早期嘅銀河系。喺50億年前，一件奇妙嘅事發生，我哋嘅太陽就喺銀河系一團漩渦氣體中誕生。呢顆新行星產生其他行星、衛星同埋小行星，其中一個行星稱為地球，並形成大氣層。當時地球係個經常火山爆發、閃電同埋氣候變幻無常嘅地方，原子同埋能量混合，從而創造出首個簡單嘅活細胞。經過幾百萬年嘅突變同埋自然選擇，水藻、水母同埋扁蟲就此出現。經歷持續演化，魚類出現喺地球嘅海洋。部分魚類進展成為兩棲類，喺自然選擇下演變成爬蟲類。爬蟲類嘅一個分支更進化成為種類繁多嘅生物，包括哺乳類動物。部分哺乳類動物成為靈長類，就喺60萬年前，一群靈長類更進化成為人類嘅始祖。呢個就係我哋奇妙嘅進化根源。今日進化仍然持續，我哋會進化為宇宙間更高層次嘅生物。萬物嘅起源，究竟宇宙同我哋地球所見嘅萬物係點樣嚟嘅？我哋又點解會存在？我係羅傑奧克蘭。好多人都諗過起源嘅問題。關於起源嘅問題，基本上有兩個睇法：進化論同埋創造論。喺20世紀，世界都相信所有嘅事物都係由進化而嚟。我哋嘅宇宙、地球同埋所有嘅生物，都係因為爆炸同埋經歷幾十億年嘅進化而成。不過亦有人相信有啲可以睇得到嘅證據，或者可以證明到有一位創造者。我哋又點樣可以知道呢？而嗰啲可以睇到嘅證據又顯示啲咩呢？進化論或者創造論嘅科學家都觀察到，並認同物種嘅多樣性。
達爾文注意到勳爵嘅多樣性同埋適應性。勳爵嘅喙有唔同大小同形狀，而喙嘅特徵更影響佢哋嘅生存能力。今日我哋知道狗隻種類繁多，現存嘅450個品種，相信都源自同一祖先。好多科學家相信狗隻嘅祖先類似今日我哋所見嘅狼。科學家亦都見證自然選擇或者適者生存嘅現象。進化論者同創造論者同樣相信，最強壯、最健康或者最能適應環境嘅動物，最有機會生存落去同埋繁殖下一代。弱小又唔能夠適應環境嘅動物，就好難生存。我哋亦發現基因突變嘅情況出現，所有生物體內嘅 DNA 都包含住全部生命基因嘅資料。有時候基因密碼會出現錯誤，呢個稱為基因突變。基因突變經常會引起疾病，突變可由輻射、化學物質或者係複製錯誤引起。基因突變確係會發生，呢個會引致基因產生各種嘅異變。先天缺陷、疾病導致疾病嘅微生物。基因突變最常用嚟解釋病源、死因同埋災害，但完全唔能夠解釋一啲從未存在過嘅新特徵，亦即係話唔能夠解釋新事物嘅起源。以我哋所知，所有基因嘅突變只會發生喺存在嘅基因裏面。達爾文觀察過好多自然界嘅事物，佢係個好好嘅自然學家同埋觀察家。佢觀察到唔同嘅植物同埋動物透過適應環境同埋變異呢而有所轉變，佢睇住佢哋改變。不過我哋從未見過由原本嘅種類變成另一個種類，喺科學同埋基因遺傳學上從未見過，根本冇人見過。有嘅只係品種嘅多樣性，多樣性會發生，適應性都會發生，但進化就唔會發生啦。基因突變、自然選擇同埋適應性，三者都係進化論者同埋創造論者所認同。但係即使大家同意某啲觀點，雙方仍有好大分歧，令到激烈嘅辯論繼續落去。我認為咧，世上咧咁繁多嘅生物，我唔相信由一個人，我意思係無論呢個人幾有能力都好，亦都冇可能啪一下手指就可以創造生命。生命最少要經過數百萬年嘅自然誕生。我就唔會相信進化論嘅，越來越多無神論嘅科學家都喺度改變緊佢哋嘅觀點，因為證據呢都唔支持佢哋嘅結論。我對進化論其實都係半信半疑嘅啫，不過因為上堂係咁教啦。聖言嘅學習唔好彩咯，就似洗腦一樣，令我都相信咗進化論。正如進化論者所講，萬物嘅開端始於大爆炸同宇宙進化，我哋就係喺呢一度開始。其中有趣嘅地方就係進化論嘅影響力無遠弗屆，科學家廣泛應用呢個理論，甚至應用到生物學以外嘅非生物範疇。佢哋將進化論應用於化學元素、星體以至銀河系，有人更話宇宙本身都喺度進化緊。大爆炸係咪就係銀河系、行星、行星同生命誕生嘅起源呢？大爆炸會唔會產生秩序？我認為點都唔會。爆炸只會造成混亂，即係話原本喺爆炸之前嘅一個整體，經過爆炸之後就會隨意分散。任何嘅爆炸都使到束縛喪失。據我所知，根本冇證據證明爆炸或者大爆炸理論最終係可以產生有結構嘅生物，譬如話人類或者任何嘅動物。進化式嘅思考方法被應用喺好多嘅科學領域裏邊。進化宇宙學提出宇宙大約喺150億至180億年前一個隨意嘅爆炸所產生。我從未見過一個例證說明爆炸可以提升層次。爆炸係破壞性嘅，
爆炸會令物質自行退化，而唔係自行去形成。科學家都認為，所有已知嘅爆炸泥證都會降低層次，破壞結構，徒添混亂。其實宇宙進化嘅觀點亦都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又稱為熵。第二定律指出，時間不斷推進，宇宙變得更冇秩序可言。隨住時間過去，所有系統會自己由有秩序變成冇秩序。我哋每日睇到事物老化同衰退，都見證熵嘅事實。結構會逐漸毀壞，正好同進化論互相抵觸。第二定律可以容許你提升層次，好似 BB 長大成人，或者種子茁壯成樹。不過你必須有外在能源同埋吸納機制吸取能量先至得。正正因為呢樣嘢，令到進化論者束手無策。就好似無神論科學家薩根所講，宇宙嘅一切就係現存嘅一切，冇其他啦，冇外在嘅能源。第二定律係絕對排斥大爆炸理論嘅。我哋所見嘅宇宙就係咁樣嘅，所有事物都喺度衰退，星體會耗盡佢哋嘅能量，偶爾星體會爆炸，迅速由有秩序變成冇秩序。我哋而家唯一可見嘅宇宙就係逐漸衰退嘅宇宙，宇宙喺度退化，由有秩序變為冇秩序，而且越嚟越冇組織。關於呢個問題，好多科學家從唔同嘅科學範疇中觀察，都同樣得出一般稱為熵嘅定律。宇宙就好似上咗發條，然後發條不斷鬆開，並且慢落嚟。呢個就係宇宙學家所講嘅宇宙最終嘅熱值。理論上，幾十億年後，宇宙嘅所有物質最終都變為同一個溫度，之後再冇可能因有溫差嘅緣故而產生咗功效。宇宙必然喺過去某一特定時間被設計同埋被組織起嚟，呢一點無神論科學家亦都意識到。美國太空總署嘅科學家羅伯特·賈斯特羅講過，熱力學第二定律應用於宇宙學時，指出宇宙就好似上咗發條嘅鐘，不斷慢落嚟。如果有慢落嚟嘅時候，就表明過去有一個上發條嘅時刻。隨之而嚟明顯嘅問題就係問，係邊個上發條嘅呢？戈登範懷倫喺佢嘅熱力學著作裏邊中肯咁討論過呢一個問題。佢話作者發現第二定律，似乎更令佢確信有一位造物者對全人類同整個宇宙嘅將來早有答案。我哋只係見到敗壞，而從冇見過創造，或者事實就好似創造論一直宣稱咁樣，起初萬物都係美好嘅，就好似神所定義嘅咁樣，一切都係完美嘅。但係罪進入宇宙，神因為罪嘅緣故將咒詛落喺萬物身上，而最終價就係死亡，唔單止係肉身嘅，更加遍及整個宇宙。萬物都喺度衰亡，太陽會燃燒到盡，月球會偏離軌跡，萬物都會經歷死亡同埋毀滅。進化論者同埋創造論者都同意宇宙係有限嘅，空間、時間同埋物質都有個起點。由20世紀初愛因斯坦嘅研究直至今日，科學家已經認同空間、時間同埋物質確實係有個開端。20世紀嘅科學不得不承認聖經嘅觀點，因為專家認同宇宙學嘅重大發現係宇宙係有一個開端，佢哋稱之為奇點。整個大爆炸嘅理念就係起初空無一物，然後發生爆炸。而事實上，宇宙係有限嘅，而且有個開始。但係呢個事實對進化論者嚟講係好尷尬，因為佢哋唔能夠解答一個問題，就係奇點之前究竟發生咗咩事呢？創造論一直預期宇宙係有限嘅。創世記第1章就寫話：起初神創造天地。聖經亦都指出，時間係有個開端嘅。提摩太後書寫話：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
非常奇妙，聖經仲解釋熵嘅觀念。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了。如果宇宙唔係源自爆炸，唯一嘅另一個選擇就係來自創造者嘅創造。呢個選擇係好多科學家唔願意考慮嘅。差唔多所有嘅科學家都想揾出一個物理嘅解釋，講明行星、銀河系同埋行星系嘅由來，由純粹物理學嘅方法，而唔涉及一個創造者。據我所知，佢哋完全失敗。如果只係睇行星系，你就會發現幾個否定神預設嘅解釋嚟嘗試講明行星系嘅由來，最終每個解釋都唔能夠成立。目前有關太陽系點樣進化嘅理論，同好多觀察數據互相矛盾。最廣為人知嘅理論聲稱，氣體同塵粒旋轉形成星雲，從而產生太陽系。假如太陽、行星同衛星係由相同物質進化而嚟，佢哋應該有好多相似嘅地方。不過實際上每個行星都獨一無二。太陽有98% 由氫或者氦組成，地球、火星、金星同埋水星，照理亦都應該有類似嘅組合。但係事實上呢啲星球只有少於1% 嘅氫或者氦。假如太陽系係進化而嚟，所有行星都應該向同一方向自轉。但係金星係反方向自轉嘅，而天王星嘅傾側使佢幾乎貼喺軌道上自轉，如同車輪轉動。我哋太陽系裏邊所有衛星，按理亦都應該順住同一嘅方向環繞行星運行，但係至少有6個衛星係反方向運行。仲有海王星、土星同木星嘅衛星順向同逆向運行都有。如果行星如理論所言係靠多次小型撞擊而形成，所誕生嘅行星幾乎一定唔會自轉，因為撞擊力已經自動抵消。但係所有行星都會自轉，有啲自轉速度更高。如果要形成一個好似木星或者土星一樣巨大同埋距離遙遠嘅氣體行星，對進化論者嚟講，要解釋就更加困難。因為氣體喺外太空嘅真空環境下會迅速消散，就好似我哋太陽一樣年輕嘅行星，亦都冇足夠嘅氫同氦圍繞，產生出一個木星。科學家未能解答點解4個行星有光環，同埋點解每一個行星都係咁獨特。推測衛星起源嘅理論就更加佐證不足。月球所含嘅元素同地球非常唔同，而月球軌道平面同圓形軌道更加證明月球現有嘅軌跡根本就係創造出嚟嘅。事實上，冇證據顯示行星係可以單由物理嘅方法而產生。當科學家越係深入研究呢個人類寄居嘅奇妙宇宙，就越發現宇宙之間其實有好多嘅條件都係為咗適合人類、分子同埋有機生物嘅生存而設。觀察得越多，就越發現我哋其實身處喺危險嘅邊緣，而好多資料顯示呢個宇宙其實係精心設計出嚟，而正正就係以人類為中心。假如我哋嘗試用數學模型模擬出我哋所知嘅宇宙，我哋好快就會發現當中數以千計嘅參數同埋比例，只要稍為改動一啲，生命就冇辦法存在。我哋會發現，如果地球離開太陽近啲或者遠啲，地球就會變成太熱或者太凍；如果地球轉動速度或者質量稍為改變，大層就會太厚或者太薄。如果你按住啲數據進行模擬，你會發現所有嘅參數都出奇地平衡。科學家稱為人本原則，意思係世界上各種事物都係精密地為人而設，為人而調節平衡。地球同太陽之間其實係一個特定嘅距離。科學家計算過，如果地球同太陽嘅距離只要短5%，
啲海水就會完全被蒸發。如果距離只要長1%，海洋就會完全嘅冷卻凝固。從以上嘅例子可以睇到，我哋生存喺一個幾咁危險嘅邊緣裏邊。地球表面嘅重力亦都一樣要精確，重力太大，氣壓會太大；重力太少就冇咗大氣層。地殼嘅厚度亦都好關鍵，地球嘅自轉周期同地球與月球之間嘅引力都需要計算得十分精確。一切都係為咗生命得以生存而設嘅，所以稱之為人本原則，亦係爭辯宇宙由位設計師嘅重要綜合理據。科學家就係唔想承認，因為有位設計師就意味着責任同承擔。地球各種精密設計，為要令生命得以生存。支持創造論嘅科學家對呢一個發現當然並唔驚奇。聖經幾千年前已經宣告呢個事實。以賽亞書寫話：創造諸天的耶和華，製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創造堅定大地，並非使地荒涼，是要給人居住。他如此說。諾貝爾物理學得獎人阿爾諾彭齊喺1992年講過：天文學向我哋顯示一件獨特嘅事，宇宙係從無變有，而當中有極其精密嘅平衡，提供生存嘅條件。宇宙有個超自然嘅設計。天文學家喬治格林斯坦喺著作《共生的宇宙》裏邊講話：當我哋翻查所有證據之後，有個想法不斷浮現，就係超自然力量嘅介入。我哋係咪無意間突然發現咗至高者存在嘅科學證據呢？當初神係咪介入，並為我哋嘅緣故奇妙咁設計出呢個宇宙呢？我哋越深入研究宇宙，就越明白詩篇所言真確。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我唔相信我哋嘅生命同地球都係有一次大爆炸而產生嘅。我相信一定有一股至高至大力量存在嘅。唔信啦，我唔信宇宙係有個創造者喺背後創造出嚟嘅。我唔相信嘅，我淨係相信宇宙由大爆炸產生出嚟嘅啫。我相信地球係為生物生存而設計。所有嘅嘢，無論係我哋所見到生存所需要嘅，令我哋快樂嘅嘢，都喺晒我哋身邊。我哋都唔需要周圍揾食物啊、空氣啊，令人快樂嘅事同埋生存條件，我哋全部都唔缺乏。呢一切必然係有個創造者，唔可能係偶然產生。證據清楚顯示，神創造宇宙同埋太陽系，而地球更係為生命得以生存而設。可惜好多人仍然寧願相信大爆炸理論，而唔肯相信聖經記載嘅神。下一節，我哋會探討從化學物質自然咁樣產生生命嘅可能性。喺原始地球上，化學進化會唔會產生生命呢？根據進化論，所有生物，例如細菌、魚類、植物、動物同埋人類，都源自化合物。呢個理論稱為自然發生說，指生命係源自冇生命嘅化學物質。生物學嘅一個基本定律咧係生源說，指生命只能源自已存在嘅生命。當然，創造論者對呢個講法係毫無差異嘅。生命係屬於神嘅，生命被創造出嚟就係要繁衍不息，所以呢個講法對創造論者嚟講係合理嘅。不過進化論者卻相信遠古時代係並冇生命嘅，但當化合物質結合就拼湊出生命嚟。呢種講法稱為自然發生說。就算係咁樣，呢個學說點樣解決一組化合物質結合再形成生命，卻要面對好多艱巨嘅難題。
好多年前，科學家史坦尼米勒做咗一個著名嘅實驗。佢喺簡單嘅物質甲烷、氨同埋水蒸氣裏面釋放出電火花，模擬遠古地球大氣層閃電嘅情況。1星期之後，佢竟然得到組成蛋白質嘅建構性原料氨基酸。呢個實驗廣受推崇，就好似喺試管裏面做出生命一樣。我教進化論嘅時候都會用呢個例證。不過，當我檢視其他證據嘅時候，我發覺呢個出色嘅實驗有3個問題：第一，錯誤嘅實驗原料；第二，錯誤嘅環境設定；同埋第三，錯誤嘅結果。除此以外，實驗尚算圓滿㗎。米勒嘅實驗假設大氣層只得甲烷同氨，但係呢兩種氣體實際上唔可能大量存在，因為氨會被紫外光分解，而甲烷本應藏喺沉積泥中，所以假設同事實不符。米勒冇提及氧氣，因為佢知道氧氣會破壞佢想製造嘅分子。從深入鑽探所得嘅氧化岩石顯示，當時嘅大氣層充滿咗氧氣。地球並冇米勒嘅實驗所假設嘅還原性大氣層，只有甲烷、氨同埋氫嘅大氣層。地球根本從來都冇一個咁樣嘅大氣層。地質學嘅證據清楚咁表明，地球嘅大氣層一直都含有氧氣。呢一點就絕對否定生命源於進化嘅論點。米勒設定嘅環境條件亦都錯誤，佢利用電火花組合氣體分子。問題係電火花可以合成，但係同時亦都可以破壞氨基酸，而破壞嘅機會仲更加高啲。但係有個問題係，原本用嚟組合化學物嘅電火花，同樣會分解樽裡面嘅化學物質。米勒作為生化學家，固然知道實驗嘅結果啦，所以佢不斷重複一啲慣常嘅生化技巧，只係攝出佢想要嘅化合物。呢一個簡直係呃人嘅伎倆，因為呢個實驗係原先要話俾人知，生命係喺冇外在智慧設計嘅底下，去防止化合物被破壞嘅情況下發生。錯誤嘅實驗環境得出錯誤嘅結果。米勒嘅實驗最主要產生焦油，係有機反應下嘅無用產物，但係亦都形成微量組成生物蛋白質嘅氨基酸。問題係米勒嘅實驗同時產生左旋同埋右旋氨基酸，只有左旋氨基酸先能夠組成生物嘅蛋白質，而只要有一粒右旋氨基酸，蛋白質就唔能夠組合成功。米勒實驗所產生出嚟嘅，其實係有毒性嘅物質，只會摧毀化學進化嘅希望。你可能會反問我，如果我頭先所講嘅唔係事實，咁樣相信進化論嘅人又點睇呢？問得好，答案係進化論者都同意我嘅講法。有一次我到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出席一場辯論，我只係觀眾。我有2位朋友亨利莫里斯博士同埋德韋恩吉什博士就為創造論申辯。喺辯論嘅尾聲，觀眾席有人發言：各位先生女士，今日好榮幸斯坦尼米勒博士嚟到我哋當中。由於吉什博士已解釋過米勒實驗嘅漏洞，生物係唔能夠從非生物而生嘅，所以個觀眾就問米勒博士：米勒博士啊，你對吉什博士推翻你嘅化學進化實驗有咩回應呢？米勒博士就話啦：冇啊，佢已經摒棄咗呢個實驗結果幾十年，佢亦都知道所有嘅漏洞。我要咁講，任何關於地球或任何行星生命起源嘅理論，只要有化學進化嘅成分，呢啲都係神話。進化論宣稱能量，例如閃電或者熱力，加諸物質可以偶然產生生命。但係我哋整個食品工業正正就係基於呢種不可能。我哋嚟睇下一樽花生醬，樽裏面有物質，受光同埋受熱，但係從來唔會發現有新生命喺樽裏面出現，除非受到外在生物污染。假如進化論係可行嘅，我哋應該會因為加入能量而偶然產生新生命。我哋不如一齊去超級市場啊！如果我打開呢樽花生醬，未必會經常，但按理會偶然喺樽裏面揾到新生命。所以
當我打開個樽蓋睇一睇裏面，咦，冇新生命喎！唉，咁我都安心啲。你哋可能會笑我啦，不過希望你哋唔好忘記，你同我每年集體咁樣進行呢項打開瓶蓋嘅實驗，點止千萬次，而且實際上進行咗成100年，但係從來未發現生命。正由於進化並唔存在，全球嘅食品工業先至能夠得以維持。化學進化論更加難以立足。當我哋考慮到一連串嘅氨基酸需要按特定嘅序列連接，先係能夠組成生物蛋白質。更甚者，氨基酸唔單止唔會自然組合成蛋白質，反而會傾向分解。蛋白質可以由2-3千個氨基酸合成，係一條好長好複雜嘅化合物，好似電腦程式咁。每一個氨基酸需要各就各位，喺正確嘅位置上高。只要有一個氨基酸錯咗位，就唔能夠合成有用嘅蛋白質，好似電腦程式一樣。達爾文主義從一開始，甚至係生命誕生之前，已經埋下咗不可行嘅伏筆。究竟第一個蛋白分子喺邊度嚟嘅呢？有關呢一方面嘅可能性研究都相當多嘅。有信息理論家同埋分子生物學家將蛋白質隨意拆解，觀察蛋白質係咪能夠拆散之後再組合。但係兩者研究都發現，要偶然拼出同人體裏邊雷同嘅蛋白質嘅機會之微，簡直係唔可能。除非有無限嘅時間啦，但係達爾文主義者佢哋邊度有無限嘅時間呢？信息論科學家休伯特約奇就曾經計算過，而麻省理工生物學家羅伯特索爾亦都證實，只由100粒氨基酸組成嘅蛋白質，佢自然發生嘅或然率少於10嘅65次方分之一，機會之低，就好似喺街道執到中獎嘅獎券一樣，而且仲要連續1000年，每星期都執到，夠晒匪夷所思。第一個生命究竟點樣由複雜嘅化合物嚟產生？呢個問題對進化論者已經大到冇可能克服。據我所知，呢個問題係進化論裏頭最大嘅難題。即使蛋白質能夠神奇咁樣合成，咁距離誕生生命仍然有一大段距離。最簡單嘅活細胞亦都需要有數以千計嘅特定蛋白質先至能夠運作。好多科學家都嘗試計算生命偶然發生嘅或然率。英國數學家費雷德·霍伊爾爵士利用超級電腦，聯同一班畢業生一齊計算，估計變形蟲嘅蛋白質大約有2000個。而呢啲變形蟲嘅蛋白質偶然出現嘅或然率係10嘅4萬次方分之一。10嘅4萬次方分之一嘅或然率，實在係極之少。打個譬如，要喺宇宙間揾到一個特定嘅原子，機會率都要10嘅80次方分之一。英國數學家霍伊爾爵士推算出呢一個或然率之後表示，由非生物物質形成生命嘅機會係1比任何一個數目之後加4萬個0嘅機會，足以淹沒達爾文同進化論全套理論。世間冇原始湯，地球同其他行星都冇。如果生命嘅起源唔係隨意同偶然，生命一定係一個有目的嘅智慧設計。我哋用數學嘅算式證明進化論只係荒唐嘅笑話，佢係根本冇可能發生嘅。例如著名嘅進化論學家查理德·道金斯喺佢嘅著作裏邊承認，每一個細胞核，無論係植物、動物或者係人類，都擁有一個數據庫，比一套30冊嘅大英百科全書仲要龐大。所有生物、植物、動物同埋人類都由細胞組成，
每個細胞都係一個微型城市，發揮複雜嘅功能，生物先至能夠生存。細胞膜有自行嘅修復功能，含有特別嘅蛋白質，監察細胞外在嘅情況，並且選擇性批准分子進入細胞。呢種蛋白質有如泵站，控制養分嘅輸入同埋廢物嘅輸出。細胞內嘅複雜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例如，內質網就係蛋白質製造工廠核糖體嘅運輸管。核糖體產生各種特別蛋白質，而由內質網運輸到準確嘅地方。高爾基體運輸蛋白質到細胞外膜，而溶體就作為消化器，將大分子降解成小分子，供細胞循環使用。線粒體係細胞嘅發電廠，供給細胞能量。細胞核含有數據中心管理細胞活動。細胞核內嘅染色體含有脫氧核糖核酸分子。DNA 分子係一個資料館，儲存所有生物編碼資料。數以億計嘅指令就編寫於呢個可以偵測錯誤、糾正錯誤同埋自我複製嘅分子。只有所有呢啲結構同時存在，細胞先能夠運作。譬如製造 DNA， 細胞就需要超過75種蛋白質，而呢啲蛋白質又要根據 DNA 嘅指示先能夠製造出嚟。呢個矛盾唯有創造論先能夠解決。要隨機咁樣撞出可以製造蛋白質嘅 DNA 嘅機會，就好似擲2粒骰仔咁樣，要擲出13點，根本就冇可能，完全冇呢個可能性。喺或然率嚟講，係等於0。進化論宣稱，細菌係由化學物質演化出嚟嘅第一種生命形態。好多細菌都有一個稱為鞭毛嘅微型推進器。呢個極具效率而靈活嘅小型發動器，每分鐘可以轉動10萬次。細菌嘅發動器正好同電動發動機相似，有絲狀嘅纖毛作為螺旋槳，有萬向接頭、定片、回轉軸同埋驅動軸。細菌發動器每個部分都要正常運作，如果唔係，細菌就會死亡。細菌能夠啟動、停頓、改變方向同埋加速，都係因為有全備嘅感應器、開關同埋控制機制。800萬個極其精細嘅發動器擺埋一齊，就只有1條頭髮嘅橫切面咁細。細菌雖然細小，但係一啲都唔簡單。我覺得進化論最大嘅弱點呢，就係主張生命起源於非生物化學物質，或者由細胞演變成人類，比較起由化學物質演變成生命呢，會較為容易啊。因為當中鴻溝實在太大啦。生命既然係咁複雜，亦都經過精心設計，我好相信任何生命呢都係神所創造嘅，唔可能呢係自然咁樣產生出嚟嘅。生命源自創造者，而創造者親自宣告咧，佢創造地上生命。我哋睇到生命超乎想象嘅複雜性，呢個一定係被創造出嚟嘅。按照達爾文嘅理論同自然選擇嘅方式，我相信人類係由單細胞嘅生物演化成為我哋今日咁樣嘅，而我都唔相信有咩神靈力量介入。我認為咧，進化論係個證據確鑿嘅理論。我就唔信有位至高者啊，因為我都冇見過啲咩證明啊，或者證據啊，除非有人拎啲證據俾我見到啦，如果唔係我都唔會信嘅。我又最憎嗰啲宗教信仰啊，所以我都仍然會支持化學進化嘅理論啊。冇一個生命係簡單，所有生命都係設計師嘅傑作。科學家係知道，但係好多仍然相信化學進化理論，而唔會歸功於聖經嘅造物主。我哋以下繼續探討由簡單生命演化為複雜生命嘅進化觀點。
假設生命神奇咁喺地球上出現，單細胞嘅生物有冇可能進化為現今我哋所見全部複雜嘅植物同埋動物呢？達爾文認為地球上任何事、任何生物最終都能夠追溯到同一個嘅始祖。達爾文學者相信地球所有生命同埋物種係以自發性嘅基因突變，聯同自然選擇或者適者生存而進化出嚟。基因突變係指生物嘅 DNA 程式改變。奇怪嘅係，基因突變理論廣泛為人接納，已經有成個世紀㗎啦。但係支持呢個理論嘅證據一啲都冇喎。達爾文落咗一番苦功，搜集唔同分雀嘅資料，有大、中、細嘅體型，亦都有大喙、厚喙、長喙、扁喙嘅分雀。佢假設咗呢啲喙嘅唔同形態係進化嘅論據，但呢啲其實係基於本身已存在喺分雀族群中嘅基因多樣性。假如挑選一對長有中型喙嘅中型分雀繁殖，佢哋嘅下一代有啲會長出小喙，有啲會長出大喙。呢一代嘅分雀飛到唔同嘅環境生活，過咗一段時間，因為適應唔同環境嘅能力唔同，某一種喙就成為咗某一種環境嘅主流。但重點係長出大喙、中喙或小喙嘅能力，原本存在喺上一代加拉巴哥群島分雀中，而特徵嘅顯現只係順應環境嘅唔同。呢樣嘢唔係進化而產生任何新嘅或獨特嘅品種。問題係所有分雀都能夠相互交配繁殖，呢個正係生物學上品種嘅界定。任何兩種可以交配繁殖下一代嘅生物，都視為同一個品種。而所有喺島上面嘅分雀都符合呢個要求，就證明咗佢哋雖然特徵唔同，但卻係同一個品種。假如進化論係真嘅，我哋就無需要擔心絕種嘅問題，因為一定有新品種進發出嚟㗎。事實上，我哋冇新品種，品種只有越嚟越少，而且好多品種已經絕跡。達爾文主張，只要有足夠時間，一種動物亦都可以進化至另外一種。呢個就係生物課上展示生物進化樹嘅基礎。不過佢自己亦都承認，呢個理論欠缺岩層上進化過渡期嘅化石證據。達爾文話，進化期間嘅中介類型喺邊度呢？對呢個有機嘅轉化過程嘅空隙，地質學並冇任何發現，或者呢個就係反對呢個理論最明顯而又最有力嘅一點。達爾文主義最關鍵嘅問題就係要揾出確鑿嘅證據。咁喺邊度可以揾到實據呢？最明顯嘅就係從岩石上面去揾啦，揾出保存喺岩層裏邊嘅化石記錄。喺咁多個世紀以嚟，人類不斷搜集化石資料，數以億計嘅化石收藏喺全球嘅大學同埋博物館，但係冇一個係進化期間中介類型嘅證據。喺某一個岩層你會揾到一種化石，你睇另外一個岩層你又會揾到另外一種化石，但就係揾唔到進化過渡期嘅生物化石。創造論最有力嘅證據之一就係從化石記錄而嚟，例如喺稱為寒武紀嘅岩層中，我哋發現種類繁多同埋複雜無脊椎動物嘅化石，蜆、蝸牛、水母、蚯蚓、腕足動物、三葉蟲同埋其他眾多結構複雜嘅無脊椎動物。然而世上卻揾唔到呢啲複雜無脊椎動物嘅始祖嘅化石。咁就足以見到進化論係不能夠成立嘅。進化論者話無脊椎動物會進化成脊椎動物，好似魚類。但係喺過去150年嚟，科學家出土數以億計嘅無脊椎及脊椎動物化石，裏面冇一塊係進化中過渡期生物。化石上顯示所知嘅各種魚類都係結構完整，並無始祖，更加冇聯繫魚類之間嘅進化過渡期生物。依家真相大白，進化論者亦都知道魚類呢種脊椎動物並無始祖，而無脊椎嘅動物都係咁樣，證明我哋根本冇所謂嘅始祖。進化論係唔可行嘅。地質記錄研究證實，各種主要動物種類都係突然出現，而且結構完整。
例如昆蟲界物種繁多而複雜，但係進化論者就唔能夠舉出確實嘅證據去證明任何一類昆蟲係由一個共同嘅始祖進化出嚟。呢個問題喺兩棲類、爬蟲類同埋哺乳類動物同樣出現。整棵生命進化樹冇主幹，亦都欠缺分支，因此所謂進化期間中介生物只不過係猜測。達爾文主義者曾經嘗試舉例去表示呢一個過渡期生物嘅存在，例如最廣為人知嘅始祖鳥啦，似乎係半恐龍半雀鳥形狀。問題係理論話始祖鳥係由恐龍變成，但研究恐龍嘅骨骼就發現所有呢啲恐龍都冇鎖骨嘅，反而雀鳥呢就有脊胸骨，同埋長有胸肌用嚟揮動翅膀。過去有人稱始祖鳥不過係一種長有羽毛嘅爬蟲類，但我從未見過一種爬蟲類黐一身羽毛，踢一踢佢尾部，佢就會飛。始祖鳥確實會飛，佢有翅膀，肯定唔係長有羽毛嘅爬蟲類。事實上，我手上有一份係1996年3月份出版嘅有脊椎古生物學期刊，論文嘅作者咁講。頭顱上嘅雀鳥特徵顯示始祖鳥係鳥類，而並非遠古長有羽毛嘅飛鳥類恐龍。進化論據最重要欠缺嘅環節，當然就係由類似猿嘅始祖進化做人類嘅中介生物啦。呢個人人想知嘅缺環究竟揾到未呢？聽達爾文主義者雄辯滔滔，仲以為我哋已經揾到好多，但事實係證據根本唔存在。我哋到今日所揾到嘅生物化石，一係就分類做人類或者猿，而介乎人類同猿中間嘅缺環，一直仍然係缺環。我曾經花咗好多時間去研究嗰啲聲稱人同猿之間嗰啲缺環，但係最終都完全揾唔到有啲咩關聯。舉個例子，南猿路西嘅骸骨。依副骸骨其實係一種體型唔大嘅猿嘅4成骨骼，科學家唔能夠喺依副南猿路西嘅骨骼任何一塊骨頭之中去證明依隻猿曾經直立行走過。不過有趣嘅係，路西嘅骸骨被視為最類似人類，佢嘅姿態最挺立，又有類似人類嘅手掌同埋腳掌。但係我唔知道復修人員係喺邊度得到呢啲資料嘅，因為蘭德爾同埋薩斯曼嘅論文清楚嘅描述路西嘅手掌同埋腳掌既長又彎，長度同彎度比黑猩猩更厲害。幾位出色嘅解剖學家都曾經作出結論，認為南猿路西只係一種絕種猿，同人類毫無關係嘅。當我哋分析呢啲所謂缺環嘅例證，就會發現好多內藏欺騙、誤導、純粹猜測嘅成分。例如內布拉斯加人嘅家譜係由一隻絕種豬嘅牙齒構想出嚟。另一個廣為人知嘅科學騙局就係皮爾當人，有人將猿嘅顎骨同人類顱骨組合，並偽造成遠古遺骸。尼安德特人本身就係人類，只係部分患上關節炎、軟骨病或者梅毒。至於納馬古猿、巨猿同東非人，其實都只係猿類。海德堡人同埋克羅馬魯人卻係不折不扣嘅人類。進化論者只能推出呢啲誤導嘅聲稱。進化論上嘅缺環，仍舊都係缺環。近期一個好好笑嘅例子，就係話人類嘅 DNA 同黑猩猩嘅 DNA 有98.3% 嘅相同。作為遺傳學家，我得承認呢個講法非常之滑稽，因為喺基因學上，你從爸爸媽媽遺傳而嚟嘅基因，平均一般最多都係只得93% 嘅類似。你同人類相似嘅程度，竟然比唔上一隻黑猩猩啊！科學家聲稱黑猩猩嘅血紅素同埋人類嘅血紅素有98% 相似，但佢哋冇同你講，其實世上仲有其他好多嘅生物，包括黏菌嘅血紅素，亦都同人類嘅血紅素非常相似。你或者認為人類同黑猩猩有多地方相似啦？我哋呼吸緊同樣嘅空氣，我哋都有肌肉、骨骼相似嘅食物消化過程。不過，
如果我哋都係同一位神所創造嘅話，我哋當然有好多地方相似啦。有啲數據可能有一定程度嘅真確性，就係白雲有98% 係水，水母有98% 係水，西瓜亦都有98% 係水。按進化論嘅邏輯，白雲、水母同埋西瓜係冇分別嘅。然而人類同黑猩猩有2% 唔同，就有天淵之別啦。喺創世記第1章話俾我哋聽，神創造萬物，各從其類，遍滿大地。呢個正係我哋所見嘅。如果事實真係好似進化論者所講，一隻爬蟲進化為一隻鳥，咁第一隻鳥同乜嘢交配呢？唔單止係咁，所有進化嘅中介生物都唔能夠生存，半翼半喙有咩用處呢？所有生物都靠複雜嘅器官維持生命，好似海豚同蝙蝠都有出色嘅聲納系統用嚟捕獵。除非呢個聲納系統能夠完全發揮功能，如果唔係，必死無疑。好明顯，科學上嘅證據足以一面倒支持創造論。進化論者被逼喺佢哋嘅立場話，生命同埋主要動物種類嘅起源依然係未知之數。我哋身體嘅複雜結構可能唔係由進化而嚟，但係亦都可能係。呢個答案真係十分之難去做決定。要我相信喺某一個特定嘅時刻出現咗一次完美嘅組合，而俾呢啲咁嘅複雜生命出現同埋生存，的確係有啲難。對我嚟講，相信有一位大能嘅神創造我哋呢個嘅講法，而比較起呢啲無稽之談，就更加有說服力。進化論者寧願堅持一套無憑無據嘅理論，都唔肯相信聖經所講嘅造物者。無論點都好，有越嚟越多嘅證據都支持創造論。但係我哋又點知道聖經中嘅神就係嗰位造物者呢？本世紀嘅科學論據已證明咗空間、時間同埋物質係有限嘅，從中得知呢位造物者必然係超然於時間同埋空間。只有聖經教導宇宙係有限，而造物者係完全超然嘅，亦即係話造物者係凌駕於時空之上，但亦可以介入我哋嘅時空之中。世上冇一本聖典講咁樣嘅一位造物者。如果你睇其他宗教典籍，所有典籍都係講一個三維空間嘅宇宙，同一個三維空間嘅神。奇妙地，只有聖經中描述嗰位獨特嘅神係超越時空嘅。好耐以前，天文學家相信天上邊大約有6000粒星星。呢套天文科學直至到伽利略攞住天文望遠鏡去睇星空先至被推翻。科學家突然發現天上有無窮無盡嘅星星，數以億計嘅星系裏面有數以億計嘅星星，多不勝數，就好似聖經裏面創世記所記載，神話俾亞伯拉罕知嘅一樣。聖經為我哋揭示咗近代科學界先至發現嘅宇宙體系，好似約拿書記載，諸水環繞我，幾乎淹沒我，深淵圍住我，海草纏繞我的頭，我下到山根。呢段奇妙嘅經文話俾我哋聽，喺海底有山脈。呢啲都係近世紀嘅科學發現。喺約伯記，約伯稱神將大地懸在虛空。當好多典籍聖書都話地球係建立喺大龜、大象或者希臘神子阿特拉斯背上時，只有聖經記載咗至今我哋先至知道嘅事實。喺希伯來書11章3節記載，我們因着信
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做出來的。直至近代，科學家先至發現，宇宙所有物質都係由肉眼唔能夠睇見嘅亞原子粒子所組成。當然，聖經作者係蒙宇宙嘅造物主所啟發，先至能夠寫出嚟。仲有好多科學上嘅洞悉，早已記載喺聖經裏面，遠遠早於被人類發現。例如原子裂變、海流、水分循環、高速氣流、恐龍同埋無窮數目嘅星星。我哋都知道，當哥倫布遠渡重洋到印度，而且到達美洲，當時佢起航，好多人擔心佢會駛到世界嘅盡頭，並跌入深淵。但係如果佢哋當時了解聖經嘅話語，佢哋會發現以賽亞曾經形容地球係個大圈，而事實上地球確實係圓嘅。我挑戰任何人喺聖經裏邊揾有違科學嘅夢，事實上冇嘅。最奇妙嘅係，我對聖經經文越了解，就越能知道更多近代嘅科學。你會發現聖經一早已經有記載。我哋身為基督徒，我哋其實可以同時相信神嘅創造，亦都可以同時相信科學嘅原理。而作為科學家，我就寧願相信同證據符合嘅理論。每一次無論我哋研究到啲乜嘢，觀察到啲乜嘢，我哋都睇見呢啲科學咧喺度支持緊神嘅話語。我向嗰啲宣稱聖經係神話嘅人挑戰，以開放嘅態度尋根問底，你就會發現乜嘢係真相㗎喇。萬物嘅起源，我哋已經查過好多嘅證據，依家就由你親自做一個決定。喺羅馬書嘅第1章，聖經話俾我哋聽，藉住神所做嘅一切呢啲證據，叫我哋冇辦法否認，係有一位神創造萬物。喺哥羅西書嘅第1章，聖經話俾我哋聽邊個係創造者。佢唔單止創造萬事萬物，佢更加從加略山十架上面為我哋嘅罪釘死，為我哋贖罪。創造者就係耶穌基督。你會承認自己係受造物嗎？你認唔認識到自己嘅罪令你同創造主耶穌基督隔絕呢？你會接受佢嗎？接受佢係神同佢所做嘅，承認你自己嘅身份同埋你所做嘅呢？呢一個將會係你對永恆生命所做嘅最重大嘅抉擇。好消息，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獨一無二嘅，都係蒙嗰位創造天地萬物嘅上帝所愛。但係我哋背棄咗呢位創造者，過住自我為中心嘅生活，結果我哋嘅心思意念都被敗壞咗，做出各樣嘅壞事，彼此傷害對方。上帝係唔會容許罪得唔到懲罰嘅。聖經好清楚咁指出，人類會因着所犯嘅罪而滅亡，喺地獄裏邊受到應有嘅懲罰。不過有個天大嘅喜訊要話俾你知，上帝實在太愛我哋啦！佢嘅兒子耶穌道成肉身嚟到地上，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面嚟承擔全人類嘅罪，使我哋不致落到地獄受苦。耶穌透過呢種救贖，證明咗佢就係掌管生命嘅主。聖經裏邊有個應許，如果人喺神面前承認自己嘅罪，相信耶穌為你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邊，並且3日後復活，你就會得救，你同上帝嘅關係就會復和，直到永永遠遠。我哋盼望你願意接受呢份奇妙嘅救恩。